嗱，今日咧河馬咧就出庭啦，同我可伯一早好多人咧佈住啦喺嗰度睇戲啦。嗱，佢就缺席喎，聽講。咁我就即刻 book 咗兩支卦啦，一支就兩支都係好卦嚟嘅，兩支都係好卦嚟嘅。見到佢咧，而家咧係非常之平安啦，非常之安泰啦，冇事冇幹喎。嗱，我之前咧有兩個直播咧，我都講過啦，河馬冇事噶嘛，係咪啊？最多就判入精神病院嘅啫嘛。咁我佢真係咧，而家雖然佢係冇出庭啊，佢應該係冇走佬嘅。如果走佬 book 出嚟條卦唔會咁舒服噶。佢而家咧係喺一個好舒服、好安全嘅地方啊！已經係應該係入咗去精神病院啊！我諗佢一路直到下一次提堂咧，應該直到下一次提堂咧，佢都係處於住院狀態嘅，非常之安全啦。佢覺得非常之安全，非常之舒服嘅。我諗佢係唯一一個方法咧，令到佢覺得自己咧可以逃避呢一次坐監嘅事件嘅。咁嗱，如我所料啦，佢應該係判入精神病院噶啦。佢一路而家開始，佢就唔使去報到啦，又唔使面對審判啦，咁樣樣佢應該係覺得自己可以。咁遲啲再寫埋啲精神報告咧，先至再審佢嘅。咁佢就難逃入精神病院嘅啦，應該真係如我所料。咁我都話噶啦，你判19轉17都對佢都冇乜影響噶啦，因為入咗精神病院都係治療嘅啫嘛。所以我上次嘅預測咧係完全正確嘅。